是苏康复起来的节目，我是综艺群阿群猫。一开始先问大家同一只亮的哦，第一只是85号，韩国第二只是蝴蝶球。好了，我不太会投。第三个是 Magic。上来要的两个正确的谜底是什么呢？美梦超缺 Andy， 大家就懂反应啊，没徐生明、徐总，给头牌就轻微投那个蝴蝶球，超厉害的蝴蝶球。韩国他的球员调度，懂看鼓手本人很多 magic。今日一年一度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又来了，鼓手给大家来分享今日的来宾。一开始先来分享我们徐生明发展协会的秘书长，欢迎师母。大家好，我是徐生明协会秘书长谢荣瑶。好，分享师母，接下来是我们的古老师。大家好，我在徐生明帮助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古金琼。大家好，分享两位，欢迎两位来到你节目现场，同大家再过来现场。你看这么热血，一年一度阿 Q 莫爱，康爱今天整个就是很融入主题。我穿了这次比赛8强赛的 Q 颜的衫服，从某对，非常的热血。故事一下就会来抢问一下师母啊，亚白比赛徐生明少棒赛经营攀到 TC 届第4届了。可以再请师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举办这个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呢？我是延续徐总的梦哦。那他因为也走得太快，那之前他在往生之前，他有做了一个扎根10年的计划，那做了1年8个月，成立了一个少棒了以后，可能上天太疼他了，就瞬间把他带走了啊。那这个梦，我就希望说，他讲扎根10年，我希望帮他做一个延续，让这群孩子有一个目标，去圆他的梦。所以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希望孩子能在读书就是身教方面哦，那还有快乐的打球，那也是算是穿上球衣永不放弃的这个他的一个口语理念之下，我就是希望孩子办这个比赛有它的一个延续性的一个精神呐。对，因为你看1年100要在棒球赛，虽然小朋友要念书，但是我们也是很希望大家推广棒球，重新再把棒球捡回来。其实，在有一段时间以前那一段时期，台湾的少棒懂有名，很轰动。可是其实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台湾的棒球少棒渐渐的没落了。我想要请古老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台湾少棒的一个历程。应该来讲，就60年底啊，徐生明也三十四，应该在米农就够有名啊。因为底下，我记得我韩式底下就我们的米农体格拿到我们的少棒的结束，所以你讲40年前，徐生明在米农够有名。经过一个时间，都主持人讲的，一个时间过去之后，一个环境，以前人讲，嗰度都人家都讲，大家都识得。好，就会感觉讲以前就我哋就抢去读书啦，做某些运动，所以啲时间我记得我韩式看到电视上看到徐生明34，尤其是讲代表我哋米农的一个少棒资格的人，所以头主持人讲的过场之中是，因为生命一个样韩式讲7、8岁就4年打球的底下就出去的哈，所以底下上到底下讲想要鼓励一个干4年教球。也可以从搞球之前，差不多10年前，我哋米农的环境有就差，他那种处于落败，所以一般来讲，4年佢要打球啲啊，钱多啲用打。我记得我韩生我哋去打球的，总政府冇税啲啊，我哋都会打球嘅。你总政府打球诶？打棒球，所以啲啊过程之中，应该按嚟讲一个曾纪燕过程底下有嘛，我2、3撮后背啊，徐总有加讲一句话。古老师，我想要鼓励米农搞球的。哇！阿哥，真的吼，我等了过球的哦，因为7、8年前，徐总有个鼓励米农一个棒球的，我当时开一种的棒球样，就会希望讲义工，要讲合法呢。所以我哋底下就嚟讲，所以英国也4年前的成立之后哈，真是也鬼感谢徐总底下有那个精神。来跟我哋4年的班下，我哋棒球打起来。我哋也鬼感谢我哋底下讲。徐生明就讲一句话讲，用我哋的招牌来
天数大10年计划看到做的，真是过去过感谢俺的米农有个多相亲，比如讲像吴朝比董事长哦，还有张吉安总裁，讲杨富龙安的董事长，也得到他干年安的还有俺的米农博士航运咖啡的李干事，他干年有钱的跟钱有的成立，董事长来讲，俺的生命支持一个小帮10年计划底下，安尼可能就以前米农的水库。之下的话题叫天意的米农最多人养气啊，个呢养气，所以我感谢神明，虽然伊遐伊过身呢，可能相信也精神应该会帮安尼，嗰度生意呢，有一个讲怀念安尼。真嘅，潘太家再个看到头摆安利台湾小帮同分工的时间，对不对？没错。对，然后啊，其实亚白的名诶叫做第4届启神米国际小帮锦标赛，它其实已经到了国际化了，对不对？因为这一次唔单像去年有韩国的队伍来到立台湾比赛，今年去年有韩国的崔颖来，然后另外还有中国的队伍，对不对？对，大陆队的无锡，它是一个重点学校的一个培训学校，所以邀请他们过来。这一次是因为大陆队也是算是。他们来台湾比赛的时候，有听到耳闻说，哎，徐生明杯是什么的一个比赛哦，那他们就赶快去做了一个 Google 的动作。那结果看他们就说，哦，他们很想来，就透过了人家说来辗转告诉我说，师母能不能邀请？那我就考虑了很久。其实因为也是可能因为经费上的关系哦，那就。有考虑一阵子了，凭良心讲有考虑一阵子，那才跟理事长他们大家商量说，好，我们就朝着国际化去走。那这一次韩国队来是我们姐妹校水域国小啊，做一个交流。那去年来是因为他们国家代表队来，所以我是想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理念，希望孩子的一个互相学习交流。那让孩子有一些孩子在徐生明的比赛里面对上了国际队，就是外来队这样子，至少在孩子这个点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是我办这一次国际比赛的一个宗旨，我自己的理念。对，同国际来做接轨的动作，而且不单只是来参加的吹舞有国外的吹舞哦，其实评审也有韩国籍的评审。对，我今年因为其实我们在第1届就有了嘛，我们是第1届嘛哈，我们第1届就请了一个那个不是张裁判长哦，他是国际裁判哦。那第2届也是他那个也是姓张的那个国际裁判长。那第3届才是姓崔的。那今年呢，又是把张国那个国际裁判再请回来。那今年很高兴，我们台湾多了一个刘伯钧的女的。对，哇，对，很棒。韩国棒球有什么人的裁判呢？是刘伯钧，很棒，很棒。顾胜很看，虽然他是少棒赛，但是我们是国际的规格，我们找了国际的吹韩国请的国际的评审了，是。哇，其实呀，报名的状况啊，唐共非常的热烈。你看，虽然是少棒赛哦，我们可能对于职棒非常的热血，但少棒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可能。少棒风光的时候已经过去，可是其实亚岸都演了，签的徐生明杯，大家越来越踊跃的报名。听说今年是大爆满，对不对？主持人讲冇错，因为我们办的棒球每一般青年的从就小棒有竞技赛的那小棒，我们小棒比赛其实我们应该都变成原文原武一个比赛，所以嗰度老辈队伍嗰度2-3年都播唔到咩，就今年的抱怨讲啊用。报名报唔到，所以今年32隊差唔多半年就滿嘞。後尾還有8隊喺你哋後補，所以講比賽冇法度誒，明年請早。哇，按你報名熱烈的長途哦，32歲8
班日就报名报退嘞，剩8个名额。没有8个，没有8个还在候候补的名额，剩8个候补的名额，他有就伫亚拜的比赛有更精彩、更热烈嘞。鼓手啊，亚拜比赛的时间就是11月26号到11月29号。11月26号。 11月29號，也按照呢個時間，我哋ND美濃來舉辦呀 TCG 嘅慈善名國際少棒錦標賽，大家聽錯愛記得有限去到美濃就去到美濃去看，希望每週嚟看 ND 客家電視台會做進步，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嚟同大家分享。有陣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福起來嘅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 TCG 慈善名國際少棒錦標賽又來了。剛才有講到吼，有請師母還有顧老師同大家來分享，亞拜慈善名少棒錦標賽從頭擺到今這麼多的一些故事同大家來分享。其實這一次11月26號是我們的開幕，那開幕其實也找到了非常厲害的我們這個貴賓來做開球，對不對？對啊，今年的我們的貴賓開球貴賓是我們奇美地區也是第一個當選副總統的陳建仁副總統。聽言俺們就搶俺們教育部的次總蔡清華次總來做俺的打擊。啊，第三面俺們有搶到市政府派俺的死者副次總來做俺的裁判。好，所以啊比賽裡邊其實幾多中國人對俺哋啊幾重視，所以俺哋有請人來聽到演到幾希望來咧，跟俺哋做一個比賽，俺哋做來貴賓安尼。嘿呀，有按到貴賓來就是力挺你們，對不對？幫你們做開球。韓國其實安補呀，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叫做選手之夜，而且師母也邀請來了很重量級的人物。對，我們這一次的在棒球教室裡面啊，那陳偉英美國大聯盟陳偉英有談到我師母講的雲淡清風，陳偉英是我們的從旅日到旅美大牌啊，對呀，他義務的幫我們，他對我那一天就口頭邀請了他，他很棒，真的很貼心啊。那因為他很感念徐總在。他19歲的時候就徵召他入選國家代表隊，所以他把這個心一直放在他的心裡。那再加上，因為他旅美的時候，他回台灣練球的那一段訓練的期間都在澄清湖，那徐總就是說你過來練球，所以他們的緣分就是這樣子的。所以偉英把這個心都放在他的心裡，所以徐總過世，他也是蠻難過的。那在今年的8月24，他就自己在 FB po 了一段他跟徐總的照片。那我就在 FB 留言，我就說你能來看看我們小朋友的比賽嗎？結果他就請經紀人跟我們聯絡，所以這個真的很感謝他。那對，那我是那一天跟他口頭講說，我們希望你們這些球星能近距離的幫我們弄一個棒球教室哦，在26號的11點開一個棒球教室，近距離的跟孩子接觸。他跟高國輝兩個，因為他們是同學，對，所以對，所以他們是很要好的同學。那他們就說好，那他們就用一個即興式的一個棒球教室，先跟孩子近距離的聊天，不要讓孩子就是看每次都是在熒幕前看，對不對？那今天他們就是26號那一天的棒球教室就是現身，讓孩子小朋友會為之瘋狂吧？對，那我是希望他們替孩子做一個心理建設。怎麼樣的心理建設？這個很重要。我是希望他們是用鼓勵式的方式哦，就是聊一聊他們在少棒怎麼熬過他們被教練責罵，或者是裁判的一個不好的
那个就是喊好坏球的不要受影响。对，我觉得这个得失心的太重哦，嗯他们怎么熬过来的？对，那这个是比教练讲可能还有用。没错，对，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偶像，因为所以呢有这个大崩 Q，给他就知道这些人是我以后想要成为的人，对他们是我的模范，对，用鼓励式的，他们亲自来搞生意呢，比如说运动家的精神，还有心理运动员心理的建设，素质建设，这个是更重要的。对，我是希望他们做，他们也很大方的说，师母你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所以对我很感恩。对，那晚上的部分是，我们会有球星的分享、经验分享哦，那鼓励孩子。有泰山、张泰山，还有林奕泉、林坤生，他们还有对国辉他会随之，因为他早上有一个棒球教室，那他晚上他对会再有一个，那再加上各个球队的一个团体性的一个表演，对，那丰富了我们的一个晚会，真的是好完整、好丰富，对不对？真的。韩国起身啊，亚拜出台这个选手之夜这么精彩以外，其实也帮小朋友安排了很多，因为打野球的生意、打棒球的生意，这我们的枪不会读书，不枪不会运通，我们还要会读书，要跟徐总学习。这么跟安内讲，古老师跟大家分享。也个头头主持人讲的就是遐，安尼他甲袂读书，又会打球的没几好啊。其实我感觉讲，以前人都讲打球的人都讲头脑简单，哎，讲唔错的。相信打棒球的人其实头脑应该好。真嘅，我是生命中，我是生命中嘛会做魔术师，其实伊都看书。啊，我跟大家讲，100个生年的打小棒啊，吼，95年伊个创办大家都做偏咧各行各业的投入。差不多5、6个人做在打呢职棒的棒球的，咱安尼开始点，安尼徐生明也个比赛，希望干也精神，好云文云武的精神，该留下来。所以有安尼明年有冇生年打球，俺都有干人的作文，作文比赛，大家来看咯。所以俺有讲你话，等下生年呢，等下20年后来看，应该韩式啲喺打徐生明的棒球啲啊，俺做嘛要系作文啲地杯。对。哦，所以俺哋有2种的，就是说写作文啲有2种的奖励哦。第一个就讲，打棒球啲，俺哋就120名嚟，俺哋60名人就本人就变那个候选人。啊，俺哋会看第3名打棒球安打最多，就是安打咧，叫做有文有名。天一讲写到几好诶，俺哋第1名、第2名、第3名个写作，那不然看个数字杯，今年就会变啊。就会变那一本书，那公有，还有奖金啦。哇，所以这是很好的鼓励。所以俺哋徐生明棒球比赛冇相同就安尼啊。真的，我们的徐总喺台湾 T1类有拿到硕士的棒球选手，对不对？所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大家会运通，唔过 any 通俗没懂从业，对不对？尤其 any 米农出这么多博士，我们的运动也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要允文允武。俺哋讲哦，俺哋地边有个米农的小棒，也by44年来T by接日棒嘅呢，杨军和李昌都掉，全部都读书都前3名哦。哇！哎呀，英文几好哦。哇！所以拜就俺哋结架对嘅英文翻译呢。哦，这么厉害！还徐生明 T 嘅子T就演的子弟兵就安尼啊，所以俺哋要求研究一定来。也2方面都做都唔会差。真嘅，这对小朋友来讲，就是我相信家长们不会反对生意内去运通，因为运动跟我们的学科都可以兼顾，对不对？我们没有冲突。对，韩国出台啦，有按斗发通以外，他有看见沈红亚沈sản夫这个衣服其实是非常限量的，也不是说因为太敢会买唔到哦，因为这个是谁才能穿呢？请师母跟大家讲一下。您身上这一件啊，是我们今年的8强衣服，还有蓝色这一件，还有浅蓝色嘞。对。那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Polo 衫是我们的贵宾服，与会的贵宾的贵宾服哈，搭配帽子的比赛。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哦，这个是比赛时间会找嘅sản夫，但是号码全部都一样哎，那怎么办？那就是靠我们的裁判跟诚信。教练也要有很诚实，那裁判也要很认真去盯每个孩子来与你们的殴打，你们的那个棒次顺序啊，那个脸稍微记一下。其实我们已经第4届了，我是觉得都办得还不错的，所有的教练也都很配合，孩子也很诚实，不会因为他们要换那个
替补啊，或者怎么样，都还是会很诚实的告知。对对所以也对，告诉大家，运动加精神诚实。对，是的，是的，没懂冲业哦。对对。我说啊，想要来强问两位，先来问师母好了，希望小朋友借由这次的少棒赛，每一年的少棒赛，给他的都得学到什么？学到身教、礼貌。这个是我个人比较重视的一个点，跟徐总的点，我们比较希望说孩子的礼貌性，好，那还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放弃的精神，你就是没有到最后，你真的不要轻言的放弃。对，那古老师呢？就像刚才我们安尼在底杯，迄阵的精神的福打球的，你就希望讲也福业，同安尼无骂人啊，三字经无讲的总会发啦。当然以前有规定啊，讲迄阵三字经本来同徐总堂到底啊，踢拳就真拳咩，踢二就是拳，踢3拜就50来年呢，就直接这么严格，所以就增加人家，踢年安要求安尼咧教练在球场做的表演是平咯。俺底杯全部全程用讲合法。哈，好难哦！可以简单示范几个客家话的棒球的术语吗？所以你比嗰度比啊嚟講啊，七隻短打就會唔是比很多嘢，他唔是啦，他會比很多的招式之類，還有講阿姨講比啊在最面個短打，哎就會啊，就很簡單啊。哇，我還唔知，你看像你少棒賽、棒球賽哦，都得用亞客法，因為在美濃少棒棒球其實就會成為了一部分了。所以我們把棒球融入到我們的客家話底度，沒有違和。那就叫沉浸式教學嘛，全部就通過功法你用嘅拼裝嘅。冇錯，鼓手啊，12月26到12月啦，一切講錯，12月26到12月29，大家愛關注這個 Andy 徐生明少棒錦標賽，先休息一下。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底度同大家來紹介係青熱血咧、親熱血的第4屆7生命國際少棒錦標賽又來了。好，你剛剛講的動作啊，其實不單只是你看比賽本身，其實小朋友的學業、課業方面，太敢沒懂充實，還有心理素質方面，希望大家都培養這個運動家的精神。韓國，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整個協會也非常的用心，因為給他都韓熙辦了這個義診，對不對？對。首先，我先要謝謝立新醫院的張煥正院長跟林頌凱主任啊，很願意協助我們協會做這個偏向義診的一個診療。那會做這個偏向診療，其實是我看了很多球員受傷的程度，其實是蠻嚴重的。其實有一些真的是從國小開始，你沒有去關注這個點，對，可能就是到國中就打不下去了，高中也根本無法再延續，因為一直在花言，一直在重複的那個，對，可能長大了，過30歲以後，這就會變成非常嚴重，非常嚴重的一個人，會得開刀不可的東西嘛，哈，那我們就跟着頌凱主任、林頌凱主任。到偏鄉，我們已經義診了12所學校了。哇，有去了哪一些地方？有，到澎湖，最近到澎湖。哦。對。愛燕。對，墾丁。國用應該。高雄。國用美濃。對。安尼金潭國小金潭。對。屏東就潮州。潮州的光華國小。大坪。好，太平。大坪。那個台東。還有一個豐田。對種花就有東山國小，東山跟還有一個我們也有到自由，新街國小，新街自由，到台中這就有立新自由國小，自由國小，歸山東。你懂冇聲音呢？係唔係其他的訴訟？他不太敢講。我想這個蠻正常的哦，不太敢講是第一，就是他們很怕，其實跟大人的心態一樣，很怕沒有下場的機會，因為我來打棒球。我好怕我沒有下場的機會。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健康。對，因為我平常很勤奮的在練，可是
到下场的时候，我可能发炎了。可能没有办法，可是我就忍痛，我就是要下去，我就是要下去，所以他就不敢跟教练讲。那或许在下去的时候，马上被教练可能有发觉到他哪里有异样，叫回来。那教练或许不会去。就是因为在赛制的关系哦，可能就是没有去很注意到孩子的这个区块，就会认为说，哎，你今天表现不好，其实孩子在发炎了，受伤了，孩子不敢讲，他其实痛好久，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区块还发觉到蛮多的，但是有一些是，我们也发觉到协助教练去教育这个孩子，对，你们不能偷懒，也不能偷懒，有一些是。偷懒的关系，希望更多的像那个像陈伟英跟王建民，以前对，小帮抢小帮抢帮店没讲几好，都对面的严重嘛变来有名，就因为树木超爽，所以跟教练讲唔好讲太操劳，所以我哋有要做一个方面，其实去希望讲一个，我哋协力的做跟模拟相同的事情的做。对，就像师母讲的，你刚刚讲说很感谢立新医院，对，韩国安利应该沈宏作为亚达伞夫，还有这些设计的东西，其实也是就是人家帮忙设计的，对不对？一个设计师是杨世义先生，对他很棒，然后我帮我们做免费的设计，很多的设计都是当年都冇空用，对，义不容辞的，在热血的义工，对，是最热血的义工。我义工非常的多，他们都是抱着很热忱在协助我们协会，对，所以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努力去寻求这么多人的帮忙，才可以让徐胜明少棒赛一届一直在办，对，所以有一点时间，我也希望师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人曾经给徐胜明少棒协会这一些帮助。首先我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书，我们的媒体在联络的钟玉仁先生，那还有我们的黄永琴，这一次我们的志工的那个黄永琴，还有林丽婷这一些欧尼他们，还有一堆，其实真的高维凯先生这一次也是都在帮我们做那个选手之夜的一个策划，整个文案的一个去做背榜啊，各方面都是，这些都是真的是志工真的。我协会还付不出人家的薪水，对，完全的志工。还有当地的美浓国小、美浓国中、杨瑞霞校长、郑志生校长，还有我们的小四主任，对，这些真的都是热血，真的是很感谢他们，真的很棒。我希望太感美黑影 V 对徐总很感念，大家都很怀念他，很想念徐总。故手啊，也还会先来看一段徐总的短短的影片。球赛总会打到9局下半，人生每天才会有结束嘅經驗。以下下位台灣棒球傳奇永久就行會賽。雖然始終離開嘅以最慘的咧棒球場，不過伊嘅精神同典範，為有一台台嘅小球員接等傳下去。哇，真嘅，希望其中的精神啊，做得不一样的小小的棒球员，不管是台湾的还是我们国际的小小的棒球员，大家就是在老对棒球的坚持，对不对？对棒球的信念，继续发展下去。对，鼓手啊，我们想要来请问一下师母，齐生命小棒球票赛判的 TC 节，他还有什么目标？往后的目标其实凭良心讲，我不太敢设太远的目标，我就是设了一个，就像写作业一样，这一题做完了我划掉，这一题做完了我划掉，我用这种方式在鼓励自己一个目标一个达成，我不敢
去奢望太多给自己一个太遥远的一个梦。那我只要这个梦继续帮我的先生许生明把它圆完，我给孩子一个快乐打球，圆他们的一个梦。我觉得陆陆续续协会有一些企业主愿意来帮我圆这一块的梦的话，我就可以再继续拟定，再往下走。对，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实际啦。对我个人，因为我个人能力有限，对，真的有限。可是我觉得师母给懂上忙。因为你看，你听听呢，他不敢帮自己设太多的目标，但是他慢慢的，就像瓜牛一步一步慢慢的走，但是这些都留下了痕迹，对不对？而且这一次虽然有国外的贵宾，但是我们还找了非常好的饭店来赞助。对，君鸿饭店我真的很感谢张庆辉董事长，还有邱子董、邱创生先生，他们极力的协助帮忙，我真的也是名片去递。当然，我也要感谢我们钟坤宏社长，他牵了这一条线，他真的是贵人，真的是贵人。有时候想一想哦，遇到募款的挫折啊，我是人，我不是神，会受伤。对，而且挫折感很重的时候，人家在外面看到说师母你好像都笑笑的，我说我不在外面不能哭啊，所以回到家的时候，挫折感一来，还是会抱头痛哭哦，有哭一哭，眼泪擦一擦，还是要出去还是要笑脸，我才募得到款啊。对呀，所以我非常谢谢赞助我协会的所有的企业主，真的谢谢你们，还有谢谢郑在兴董事长，他帮我圆了偏向医疗这一块的梦。真的，师母很努力，很努力，真的，我觉得都很感动。对，好，听完师母的，接下来是古老师。其实少棒赛持续的发展懂创业哦。咱的梦想都师母有讲过没？体验俺公司的办比赛迄个，俺的这个医疗俺嘛有的，天气行多一片作文的有的，俺最重要係另外梦想就讲。俺哋台灣嗰度幾百個基層嘅棒球嘅人，那棒球嘅一個教練，唔就一個機會由企業主來天數嘛，因為俺哋想解辦一個公務相同嘅俺哋咧基層棒球嘅，有熱血棒球嘅比嘅一個幾好嘅尊重，哦，所以一個俺哋就下一個俺目標地位，啊，當然就講俺哋棒球地位有客家文化啦、客家禮貌啦，讓俺哋咧文化傳承，俺想希望擁有棒球，用時生面嘅棒球比來傳下去，最後。也大家希望俺能看好不有冇？4月26，真是麻煩人，還有機會啊！哈，就是說，開始1點半點，俺哋做完比賽，2點開始點，俺哋就有個小街採證。採街，真係幾多年咯，俺哋面咯，所有嘅結社嘅社會嘅全部出來，俺哋有大意出來哈。啊，還有嗰度職棒明星會突然跟我行，所以俺哋南部、北部嘅人大家放假來撩你，來面容撩呀，所以俺比賽咧，俺有個開幕，啊，所以一個嗰度幾精彩。天日俺哋還有個綁蘿蔔咧，還有拔蘿蔔比賽就超嘞，沙哈來就是經過一連串的賽事下來，最後年就俺哋有第3名、第4名，跟住第1名、第2名嘅有冠軍嘅比賽都有。感謝天師台、客家天師台，客家觀眾一聽到嚟看下個比賽，幾精彩哦。我們超希望大家會準時來看哦。今天謝謝師母，也謝謝古老師，謝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聽聽欣賞周運通。